续来看新北市土城2023年的12月发生着校园挂暗棍的案件，最高法院维持2审的判决，这个K阿兄判12年，K小妹判11年。死者家属无法度接受，讲判伤轻咯，讲这个法官自头到尾拢咧保护加害者，讲因无法度理解为什么司法无法度行因一个公道。当我看到这个照片，我真的会控制不住。我儿子杨承勋躺在担架上，然后他们竟然把他拍照，然后还写最美的风景，这个不是冷血吗？你们还这样子判？目屎挡袂牢滴落来的，其实老命佫唔甘，嘛有对后生的挂心思念，因为爸爸无法度理解现怎司法，无法度还一个公道。肇事法真的是一个恶法。法官就是加害者的帮凶。第2023年，新北校园挂暗马棍案后细桥的国中升过往，犯案的K阿兄含西龙的K小妹分别被判12年含11年的有期徒刑。检方认为刑度收轻，提起上诉，不过最高院认为上诉的理由无合法，总提动起判决定案。他们都说得减刑，以后麻烦把这一条法律改成必减刑。我发觉所有法官都在找这种理由来帮他们减刑。因为爸爸写18项声明控诉加害者妈妈到即阵敢若付20万的赔偿，法官阁不断伫咧审判过程提起修复式的司法，就亲像伫咧家属的抗罪誓言，互因看袂过心。那你判23、24年，他们有1/3的假释机会嘛？那你至少也要关到8、9年以上啊！那你判11年、12年等同，或1、2年，他们就可以出来了。判决定案，家属气甲强要愤气，这期法官予犯法的少年的机会，不过上予死去的囡仔机会，嘛呼吁社会关注少年事件处理法无合理的所在。毕竟判决唔那是为被告准在，更加是被害者家属和死者发向正义的唯一出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